继续来关心地动，在昨中到12:37左右，伫咧宜兰下近海是发生规模5.6的地动，国家级的警报也隆重咧弹，甚至也去影响到台北捷运的列车甲火车拢有暂时来放慢速度。地动的接报中心是研判讲，这阵地动是去年宜兰7.0大地动的地动尾。国家级的地动警报大响，天棚的吊顶一直海，带伫宜兰民众真有感觉。我的风雨我惊一个啊，好可怕哦！就一个剧烈摇晃就过了。哦，有没有会那时候有没有吓一跳？还好啦。机车将慢速行轨。台北捷运嘛加强广播甲走马灯，全线列车开始慢速行驶的巡逻机制，代替和平到宜兰3区间列车嘛，因为开较慢延误，好个在后来拢搁再正常营运，高铁是正常行驶。这个地动是伫24中到12:37发生的，震央伫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16.9公里的所在，规模5.6，深度66.8公里，各地最大震度宜兰南澳4级，花莲新北台北3级，南投彰化2级，嘉南台中1级。气象署地动七报中心研判，这有可能是去年12月27，宜兰海峡规模7.0地动较大的地动尾，而且未来还会发生规模3还是4的地动尾。那当时这个主震的深度是67.7公里，那跟这一次的深度是几乎一样的，非常接近。地动专家郭凯文表示，5.6的地动相当是1/8的原子弹威力。地动的原因是菲律宾海板块沉落去后亚大陆板块所造成的。特别注意的是，台湾一年平均差不多4万届地动，花莲就占38.8%，也是台湾地区活动上接的所在。不过今年以来，台湾15届有感地动拢无发生伫花莲，已经改写花莲当年度上卖发生地动的记录，而且去年12月23日当有63天无发生有感地动，一定要提高警觉。有63天没有显著有感地震，花莲反而是在一个是显著有感地震的瓶颈期这样的。郭凯文是讲，马来西亚外海进前发生规模7.1的强烈地动，代表全球地动的平静期已经结束。台湾未来地动活动是不是会变较接？这原来是后续观察的重点。尤其是花莲若发生有感地动，而且地动的规模至少4级以上。记者采访报道。